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喎，合夥奔馳啦，嘉應高升3幾步走咗上去啦，出邊有加州星球啊，中間藍衫第4位幸運有利啊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魔術控制啦，驕陽明區係紫色衫響尾二啊，華麗再勝紅衫呢就暫時殿後啊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加州星球外邊冚上去放啦，咁啊呢隻嘉應高升呢撳住就跟你跑啦，第3位嘅馬幸運有利響外邊啊，深藍衫嘅，第4位埋邊係合夥奔馳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驕陽明區紫色衫內欄尾3，黃衫拍住佢尾二呢就魔術控制啊，暫時殿後係華麗再勝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加州星球仲係佔先嘅，嘉應高升出咗2踏㗎啦，外邊幸運有利，入邊合夥奔馳啊，出邊紫色衫嘅驕陽明區大外檔呢就係呢隻魔術控制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出咗嚟先㗎啦，後邊嘅馬有幸運有利啊，驕陽明區追緊上嚟，外邊仲有魔術控制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，最後100咋，已經撳住個終點啦，後邊嘅馬都係驕陽明區第2，幸運有利第3，合夥奔馳跑第4啊，結果呢隻嘉應結果呢嘉應都係好輕鬆嘅，撳住贏咯，結果就真係撳住拎啦。跟住跑第2名就應該係驕陽明區啊，驕陽明區。第3名咧就係一個幸運有利啊，第4係咩啊？第4睇嚟5唔係呢個6啊，合夥奔馳啊，跑翻個第4嘅慢步速嚟㗎呢一場，咁樣就首要博先。睇下佢做咩時間咯呢個。咩時間都嚇死人，都幾鬼勁，都完全當你冇料到咁樣。其實真係又係嗰句啦，擺邊個旗都贏嘅，又係嗰句。嚇，應該擺邊個旗都贏嘅。把安西贏，咁安西做唔到榜啫，佢做到榜都贏。提早都收姜㗎啦。真係撳住呢個啫，真係。仲要跑翻天意喎，冇氣嘅。叫我唔係嗰隻7號點咧？個勢好好係咯，第4都唔俾我。係咯。不過你話慢步速啊嘛，佢縮到包尾嚟跑啊，先睇咯。好事咯。衝唔過隻6。第1段都慢咗1線啦，第2段又再慢4線，其實就好慢嘅。